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这洪台卡洛虽然是已经离开台湾啊，不过南投仁爱乡的灾情犹原是真严重，无法度恢复正常生活。亲像南丰村还阁咧停水停电，所以讲相关单位是正咧拼死，要甲交通相抢通，希望会当互救灾工作更较顺利。为台14线一路向南投仁爱行，沿路也是一直帮摇背少路也是积水，而比较受灾上严重南丰村虽然台14线已经抢通，受灾严重加油站，到即马也是待伫土堆内底。还好，习惯了。对，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趁好天，居民赶紧将家己厝内落个膜清掉。不过对面农会仓库也是全部浸伫落个膜内底。农会人员表示，伫遮原本放真侪农业资材抓伤，甲肥料即马个能救偌济算偌济。这个因为现在目前没有水，对，也没有办法清，对，那就只能大概目前是先这样子。因为山区土石松软，含水量也是真大，台14线四界拢是大大细细放弃的所在。教务单位调来大型机具已经全工抢修，不过道路受损范围实在伤过大，工程难度比细。一直到94K， 总共有13处非常严重的坍方，以及4处非常大的一个路基缺口。那其后我们就进驻重型机械。总统蔡文也伫行政院长郑文灿甲相关部会陪伴之下，到受灾上严重台14线71公里的南丰村路段，除了会面工程人员，也表示目前三大工作方向，第一就是恢复交通。如果道路受阻的情况，会尽量的排除；如果道路出现裂缝，也会尽速的回填。总统蔡文也表示，除了到83、85、89线拢在抢通当中，也执行相关单位清点民生需求，损害赔偿甲重建计划拢系优惠放令，专业检计灾害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罗山温泉区受过了10位民众受困，搜救队员亦是看守送民众流过溪。也若是空勤总队甲消防署是当咧无用运送物资甲患者。另外，嘛有一寡人是家己组成机车队，送物件去山顶的部落。空勤乌烟直升机测试透早载500公斤各种生活物资前往南投县仁爱乡投放，随协助分享温泉山庄一个有心的负责人，也甲例行国小一个90多岁患者吊挂后送就医。我是心脏不舒服，心脏不舒服啊，现在有水电是完全断电的。洪台大水影响仁爱乡罗山地区，台14线75.9公里中央桥路段路基严重冲蚀塌落去，公路总局玻璃工务段紧急封路灌浆。另外，罗山往多达川的路嘛是断几落位。现在族人都用步行的回去，这里应该过没多久就会整个垮下去了吧。民众有所慢慢出去对话，消防署搜救人员伫塔罗湾溪两边设欢迎度的所测试已经协助21个人撤离，并运送救生衣、两桥加牛奶粉这物资。另外，那官方救灾单位专业动员，民间网络热心的人士组成越野机车队，准备把生活物资送入精英部落。精英部落他们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没有水、没有衣服，小孩子没有奶粉、没有尿布，他们现在有困难，当然是人溺己溺嘛。大型工具机进场作业，台北线中环变道3.9公里进行大规模崩塌，一粒500立方公尺的大石头挡路，各关工务段趁好天开始裂解作业，一定车站下晡4点抢通。那由于这个地质是变质砂岩的地层，所以这巨石非常坚硬，难以打除。公务段也在增加工作面，希望可以再调派机具进来协助。公路总局提醒，除了中环变道中段，台14线九庆南到雾社、春阳到罗山，一加台14架线雾社到清境路段，拢当调派工具机抢修。山坪因为真无稳定，若这个落雨，恐惊会佫崩塌。呼吁用路人，若毋是必要，请毋通前往灾区。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卡罗洪台扫日本Okinawa两届，这阵是加到鹿儿岛、岩美岛附近。预计这个洪台是继续就北，可能会登陆九州。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今年初解除疫情限制，不过第一季透过旅行社去中国佚佗的外国人是干那5万2千人。无到疫情进前，自2019年2%。
英国《泰晤士》报道，罗西亚一直帮乌克兰的医疗设施。哈尔科夫一间输血中心被轰攻掉，有2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骂讲，这根本就是野兽的行为。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好莱坞的电影《芭比》放上3礼拜，全世界票房就破10亿美金，是华纳兄弟电影公司上紧破10亿的电影，嘛是女性的导演票房上界好纪录。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洛杉矶办外劳工按算明仔载要做回罢工，机场、港口、公家机关、观光景点恐惊拢无法度运作。日本前首相嘛是自民党现任的副总裁麻生太郎，今日早起是带团来台湾，这是台日断交以来，这自民党来台湾上大的干部。麻生太郎是预计要来3天，第一行程是先去悼念前总统李登辉，明仔伊就会发表专题演讲，卖给咱的江副总统。伫新事部亲自向台湾民众热手问候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过12年，搁再带团来台，伊是台日断交51年，访台战绩上悬的自民党干部。麻生太郎一行人下晡头一日行程，先经五指山国军公墓参拜前总统李登辉，李安尼陪同麻生太郎表情严肃，鞠躬致意。这是一个很好的位置，让他可以，然后尤其还可以看到日本台北市。82岁麻生太郎，2008担任自民党总裁，出任日本首相，2012再任副首相，从政经历丰富，搁个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重要盟友。甲几两摆发表支持台湾言论，互看作有台派。访台除了关心台海情势，嘛解读是想要了解2020事台湾政局发展。因为好友与郭文哲拢有去日本拜会麻生，这摆伊嘛会和赖清德见面，受到外界关心。日本政界现在一个是台湾的选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台海的情势比较紧张。那么作为日本来说，台海的这个台湾会何去何从，对日本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有别于以往只是跟我们台湾进行一个这个务实的这个非官方关系的一个发展那它现在已经升格到这个主官方那这是代表台日关系的提升麻生崔七彦先和甲日本关系真好的王金平、尤锡坤、甲台日协会长苏家全晚宴，除别出席凯达格兰论坛，担任演讲嘉宾，接受副总统赖清德午宴款待。下晡去总统府会见蔡总统甲赖副总统，尾暗阁去台北市政府和市长蒋万安会面。停留3天，行程圆满，深化台日关系以外，嘛展现对台湾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泰国有一款饮料薄荷巧克力豆是真受欢迎，连这前总理的祖囝贝东丹嘛真爱啉。所以讲有真侪伊的支持者嘛拢会走去买，有的咖啡店是一工就卖160杯。不过这薄荷巧克力豆最近阁互人号做反背朋友的饮料，这原因就是这维泰党宣布要甲前进党册，佮甲亲军方的人士用薄荷巧克力豆来干杯。这是互当初支持维泰党的民主派选民真无欢喜，毋但消费者底价毋买，连店家都宣布毋买，目的就是要抗议这维泰党甲保守派合作。店员甲巧克力淋伫个薄荷饮料，再来个淋千年油，这是泰国维泰党总部咖啡店所推广的一款饮料，最近订单真满，快速大红的程度，互店员嘛真意外。คือไม่คิดว่าอยู่ๆมันบูมทีเดียวเป็นเทรนทีเดียวเลยครับก็เลยตกใจเรียกว่าใช้คำว่าตกใจว่าแบบโอ้กระแสมันมาเร็วขนาดนี้นะ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นี้แต่ว่า这款饮料真受欢迎原因之一是因为伊是泰国前总理戴克辛的查某囝，也是泰国总理候选人贝东丹的最爱。保守党派的政治人物原来会点一杯，啊，不过薄荷巧克力的饮料最近煞互人抵制。因为顶礼拜维泰党宣布要甲前进党分开，甲亲军方的人士会谈，双方摕薄荷巧克力的饮料共同碰杯。当地媒体讲，这款饮料是反背朋友的饮料，所以一寡咖啡店都宣布停止卖这种薄荷巧克力的饮料。แต่พอแบบมีภาพออกมาเรารู้สึกแบบอ้าวเอ๊ะยังไงอะไรประมาณอย่างเงี้ยมากกว่าค่ะก็เลยรู้สึกแบบคลางแคลงสงสัยในตัวของ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ด้วยแล้วก็คุณหมอเองด้วยเนี่ยค่ะ维泰党甲要推选第三候选人赛塔竞选总理，为着避免总理人选持续去军方甲保皇派抵制，放弃修改有关冒犯军主法的法律。不过赛塔进前嘛发生涉嫌替公司逃税争议，所以伊嘛真介入。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
และนายเศรษฐาทวีสินขอยืนยันชัดเจนว่าเราจะไม่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แก้ไขมาตรา 112 และการจัดตั้งรัฐบาลใหม่จะไม่มีพรรคก้าวไกลอยู่ในพรรคร่วม离往海外17年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本来要伫初10登去泰国，伫总理人选不明的情况下，戴克辛表示会延后登去泰国，也毋过未超过2礼拜。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美国前总统 Trump 是涉嫌小想要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所以讲伊就去互起诉。即阵 Trump 讲负责甲审理案件的法官是另外一位总统奥巴马提名出任的。所以讲 Trump 认为讲，这个法官根本就袂公平甲审判，声称要换法官。川普涉嫌阴谋推翻2020总统大选，顶礼拜互检方以4项罪名起诉，出庭了找5来到南卡继续做事。And I'm being indicted because they're afraid of all of us, because we have a movement that's never been seen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川普唔但无认罪，佮对我强调伊会防起诉，讲是拜登政府对伊的政治迫害，伊甚至甲镜头寄向法官草坎，伫伊个人社群平台攻击草坎无可能对伊做公平的审理。川普放掉讲要申请撤换法官，同时要求把审判地点刷到华府以外地区。草坎是2013年前总统奥巴马提名的法官，伊以早捌审过川普的案件。嘛做出总统唔是君王的差事。另外，进前川普嘛针对起诉伊的检察官史密斯写出“若准你无放我煞，我嘛袂放你煞”的言论。史密斯顶礼拜五针对家己受到威胁申请保护令，同时阵希望防止川普泄露事情细节。虽然川普的律师申请延后回复，也毋过因互草坎法官驳回，下令一直拜一暗头5点进前爱回复。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这中国甲菲律宾是常常因为南海主权的起冲突。这阵菲律宾的海巡阁指控中国昨日伫咧南沙群岛的人海暗沙，甲菲律宾部队的补给船炸落来，阁共射水炮。中国海警一直向迄画面的船射水炮，佮挖翕画面的船距离真近咧行，最后直接挡伫个船头前，唔准船向前开。菲律宾海巡队初六公布这段影片，强烈谴责中国海警的行为，表示受到攻击的菲律宾补给船只是菲律宾武装部队租用的。要去南沙群岛的仁爱暗沙，替驻守当地菲律宾部队补给粮食、水加燃料，煞受到中国海警发射高压水炮，是不适当甲违法的行动。The National Task Force on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led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Eduardo M. Año, strongly condemns the aggressive, dangerous, and unlawful actions by the Chinese Coast Guard. 菲律宾军方表示，在中国海警的阻挡之下，造成2只补给船，其中1只无法度落物资，所以无完成补给任务。认为中国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上避免小客的原则，加南海裁决嘅国际法。因为每一档经过南海海峡的贸易经险达到5条美金，过去中国主张有规个南海的主权。虽然在2016年海峡国际法庭重视仲裁法院，认为中国的主张是无效的，不过中国所用裁决无法律的根据，有关常常用海警船对进入南海海峡的附近国家船只，做涉境强制驱离，才有威胁性行动。对于这个事件，美国国务院甲加拿大、日本的驻菲律宾大使馆嘛用社群平台 X 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海警的行动。美国阁指出，这行为威胁南海的状况，嘛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中国海警局是伫初六回应，讲这是照法律阻止菲律宾船只，要求菲律宾即时停止伫南海侵害中国权利的活动。公视新闻台是董平约。非洲尼日发生军事政变，社会经济共同体就甲尼日的军方警告，叫这军方8月初6，也就是昨进前，爱互总统复职，若无就有可能出兵甲拍。不过这军方有关是无咧插，甚至甲领空关起来，呛讲若是有人入侵，就会随还击。大批民众前伫尼阿米这个体育场，尼日军方领袖拿明星咧，伫跑道顶哪行哪会手指伊。社会经济共同体1礼拜前要求发动政变的尼日军方，互总统贝佐姆复职，若无排除要出兵，而且伫顶礼拜5宣称已经定好一套军事介入计划。不过军政府根本就无咧信这个最后通牒，讲有掌握2个中非国家要攻击尼日的情报，即日关掉领空。
toute tentative de violation de l'espace aérien national fera l'objet d'une riposte énergique et instantanée. 像千万的支持者进入体育场，俄罗军方无屈服外部压力。L'objectif de la mobilisation, c'est pour montrer au monde entier et à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que nous sommes 100% derrière la gente qui a pris le pouvoir, qui est le CNSP. Donc, ils ont leur soutien, ils ont le soutien de la population. 进前伫拜六暗，有真侪支持军方的民众行上街头，讲要牺牲性命来保卫国家的独立甲主权完整。过去是法国殖民地的年日，是西非上大国家，有丰富的油矿甲石油，伫对抗伊斯兰武装叛乱的战斗扮演重要角色。法国、美国拢有派兵驻守，不过中国和罗西亚一直想要来插旗。政变发生了后，传出尼日军方已经向罗西亚用兵助阵，瓦格纳集团要求协助。另外，马里和布吉纳法索嘛公开声援尼日政变，讲若准西非国家出兵，就是宣战，会派兵援助尼日。国际社会忧心，若情势失控，可能会成做区域冲突。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咱现主持的核能发电，拢是用核分裂的方式，不过煞是会产生真侪核废料。也若是咱改用核融合，这污染的风险就减真侪。不过核融合投资的能源，定定是比发出来搁较侪，根本就袂好。不过美国加州国家实验室，去年12月到今年7月底实验拢有突破，咱做伙来看。咱目前所知影的核能发电，基本上是有核分裂方式产生大量能源，也就是互质量较重的原子分裂做真侪个较轻的原子。核融合是拄倒边，是互两个质量较轻的原子，伫有够强的外来能量加入，克服所讲的库仑铁力互相结合，产生真大能量的过程。已经知影核融合的反应，首先就是日头产生热能的方式，过来是为了强大的氢弹，毋过是有无受控制的核反应，熊熊释放真大的能量。若做要做发电，这个和平用途，就必须解决控制的问题。核融合会互人关心，是因为核分裂所需要燃料必须使用浓缩提炼的铀元素甲钋元素。核融合的燃料是氢的同位素，会当为自然界取用，而且用袂完。毋过核融合反应要成为会当商业运转的发电方式，也是有真大的困难爱突破。金融时报引述的科学家讲，目前所讲的正的净能量，敢若计算镭射输出的部分，你做甲规个电力系统供应镭射的能量算入去，抑阁差真远。所以要甲目前较无到2的倍数提高到几60倍，甚至上100倍，才有可能有商业运转的价值。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带大家来看法国巴黎科技店这款过水的机器人，伊毋但有过水外表，佮因为人类的情绪变化做无共款的反应，慢甲人类博感情，咱做伙来看。大大依恋的目睭射来射去，有囡仔同款的面相，所有亲像鸟同款的耳仔。机器人米洛奇的原型来自1980年代囡仔佚佗名，伊伫法国巴黎科技店当中出来。机器人开发公司讲，伫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人会惊机器人 AI， 所以因互开发的机器人名字、性别、放甲风格角色，也佫有背景故事。Alors je vous présente Miroki. Miroki, c'est le frère jumeau d'un autre robot qui s'appelle Miroka. Lui, c'est un garçon et elle, c'est une fille. Et ces deux personnages se sont évadés d'un dessin animé pour venir dans notre quotidien nous aider à gérer nos espaces sociaux, des endroits comme les hôpitaux, les hôtels, les restaurants et des tonnes d'endroits où il y a plein d'objets à déplacer et où il peut rendre service. 面亲像人，按无外表，佮亲像动物。脚的部分是圆形球体，互因影响每一个方向真紧刷天动。机器人科技公司讲，因想要打造就是机器人，毋是亲像人形的机器人，而且开发一直咧进化当中。由听不到模仿真正的表情，到即马是用辨识情绪。有甲人应对的能力，伫访问当中，也佫有时阵会插话之外。Bien sûr, il s'appelle Buddy, donc c'est un robot émotionnel, un robot compagnon. Et donc c'est un robot for good pour aider, assister les gens, notamment les plus fragilisés. Et donc il va pouvoir permettre, par exemple, à des enfants hospitalisés longue durée de pouvoir continuer à suivre leurs cours à distance. Ça va pouvoir être une aide pour les enfants autistes pour améliorer leur capacité de communication avec les humains.
机器人开发公司讲，若对机器人好，伊会真欢喜。啊，毋过若只会生气，共款伊会脾气暴躁。以前的餐点厂商较注重功能性，即嘛是理解人类情绪变化，甲人类博感情。公司新闻深入批评报。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巴塞隆纳是真老街的观光区，不过煞是有真侪人无公德心，伫咧路边放尿，害这景点拢臭毛毛。即阵有一个艺术家，就伫咧街仔路设计彩色的尿道，希望大家都爱较卫生的。巴塞隆纳路边的果场顶，最近有一寡色彩正水用纸糊的放尿槽，这是西班牙城市艺术家琼科萨上新的创作，用这种装置艺术提醒民众唔通搁在伫咧果汁的边边乱放尿。Very, very good artistry.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more of these around all of the key sites, just to bring home the awareness of the smell and the facilities that are needed as well. 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纳，湾地中海也是加泰隆尼亚的首府，全市有160万人口。相传是旧加泰基的将军建立，建成已经超过3000年，了后罗马人统治，所以巴塞隆纳的建成时间是比罗马更较早。不过，这座文化古城则因为民众无公德心，四界乱放尿、臭毛毛，所以艺术家琼科萨想要做改变。巴塞隆纳有真侪历史建筑甲文化景点，当地包括圣家堂、加泰罗尼亚音乐厅等8个所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遗产。也有巴萨加西班牙人2个骹球俱乐部，伫咧1992年也办过夏季奥运，更加获国家地理杂志评做50个人生一定爱去过景点之一。琼科萨希望今年热天会当伫巴塞隆纳装100个这种放尿槽的装置艺术，提醒民众较有公德心的爱护这座城市。Hay que buscar una solución y este artista con esta performance puede que esté buscando ya la solución. 巴塞隆纳唔敢若是味歹屁，今年热天天气也真热，这礼拜温度就升到摄氏36度。市政府就甲城市内面，包括图书馆、学校，总共200座公共建筑物内面的冷气拢开开，互民众入去内面纳凉。去年热天就超过12万人，该当作休热中心。一若西班牙正面临着今年第2波的热天气，南部地区的温度甚至已经升到摄氏44度。公司新闻今晚请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